接下来嘅节目要带大家去到东沙。3週日前發生喺我國巴士會協會會的公態刑事件，是促成台灣同菲律賓關係去緊張，也本人看到南海各國主權爭議影響北來擴散呢。現時我國喺南海嘅青態領土東沙群島，喺南海同巴士會協關係控制出入南海嘅戰略位嘅。偏遠嘅5月之日，等上引起附近國家嘅漁船吵架去鬧魚嘅。現時政府由海巡署來負責事故，也嘅海域安全還個導航嘅防務，一開始向下來了解東沙群島嘅戰略位嘅。一隻太麻在精神漂移同紀念地，喺堅強嘅天空同大海嘅熱帶島風都看得到，除體證明東沙島嘅主權，未敢數得到條擺嘅軍事議本。全島將1.7平方公里範地面上空照圖風，呢年嘅強強未看唔到，就係我國南海領土青態嘅島。作為南海品種，你就清楚看得到，亞島土地嘅主權係你中華民國嘅。唔過，現在東沙島處喺台灣、菲律賓同中國嘅海域當中，也未關係到我國啲亞片區域嘅安全同經濟利益。而東沙島的地理位置，它就介於這個台灣海峽啊，跟巴士海峽以及南海的北部海域中間這個中心點啊。那麼事實上，它的這個地理位置，如果從這個戰略的角度來看，其實是相當重要的。那麼也因為我們扼守着東沙，所以跟台灣本島啊，我們講說，如果從兵法上來看，它是成犄角之勢。喺台灣西南片400公里遠嘅東沙群島，做啲精彩嘅歷史書風，就有寫係按到潮退來廣東海巡5米，天初尾起嘅漁場同抗風柴嘅所在。因真離附近國家菲律賓較遠，主權爭議比南沙群島還較單純。不過因真較近廣東汕頭，搶260公里遠。兩岸關係對立嘅時期，政府就派嘅海軍留在埔嘴總地界，還實施軍事管制。繼續用等國軍有才有精神嘅口號，埔嘴沙漠做迷彩野戰區嘅。睇睇兩岸關係較平和，民國99年政府宣布對東沙策軍由海巡署來接總亞雜島嘅任務。就配合東沙島一邊加嘅有4艘嘅巡邏，向下聯合起來向下巡邏嚇，來保護一邊嘅規下東沙環礁一邊嘅安全啊，個也都有多少越南啦、香港啦，佢哋會唔想乜嘢一邊嘅作嘅，一講還有到台灣嗰度爭嘅條。也被有破壞到一邊嘅生態哦。也下考到生態保護，無開放俾一般民眾來導航。主要嘅人口係海巡官兵、學術研究人員同少數國軍氣象監測人。認證導航物資同食的水造成為意識台灣送過去，水資源當珍貴，民生用水就透過海水淡化廠來供應。目前的規模大概是30噸，每日造水大概30噸，大概可以供應120個人使用。那如果平常時候雨季的時候，就是像我剛才講的，就是由雨水集中。如果雨季的話，這邊的雨水是足夠那個每日供應的。另外，東沙島雖然地方小，但係南海各島當中少數有起機場、碼頭嘅島，同南沙太平島連作我國南海嘅一條線。不過，喺台灣、菲律賓公態刑事件過後，未看得出南海嘅主權爭議，碰太多巴士會協嘅。海巡大型的艦艇，或者是海軍的巡防艦，那如果可以在那邊駐紮的話，那平時就在東沙到南沙之間巡弋，或者是東沙在我們現在的巴士海峽中英線巡弋，任何有衝突的狀況，類似我們這次台菲的漁船事件，我們可能在很快的時間，可能幾個小時內就可以抵達地點。東沙海域也下看起來無乜嘅風，無乜嘅浪。不過南海各國無論係為到5億資源，也係空地海帶嘅豐富能源，上爭愛搶島嘅主權。政府除了透過國際合作來降低主權衝突。
通常要建议多多的结合海军同海巡的力，来设立反映各类军警防御机制，安尼伫国际上为维护主权，储备航下有力。